日主要就係想同大家去講咧，試當真嘅嗰個物語遊戲2啊，我自己都有睇過一個嘅綜藝節目。喂，有時我都唔係好明，見到上網咧有啲人啲怨氣好重喎。早喺上個星期，我見到網上面好多人去批評，就話乜嘢抄襲啊，根本就唔係二次啊，冇啲創意啊，不知所謂啊。咁喺度簡單回應下啦。試當真最近啊就搞咗一個物語遊戲2，啲人就話參照咗魷魚遊戲，咁就搞咗一個所謂嘅物語遊戲出嚟。咁其實除咗香港之外咧，喺外國啊已經有好多 YouTube channel 係不斷借鏡魷魚遊戲去再搞好 Q 多魷魚遊戲噶啦。咁所以唔淨止香港搞，其實全世界好多地方嘅人都係有參照魷魚遊戲去搞嘅。而且魷魚遊戲嗰個導演咧曾經公開表示係好 welcome 大家去搞呢一個魷魚遊戲嘅。咁我呢個係我之前睇嗰個受訪片段嘅時候，我聽過佢咁講。我記得嗰陣有好多人去搞魷魚遊戲嘅時候咧，我都喺度諗啊，咁多人搞會有抄襲嘅成分咧？跟住我記得因為一件事咧問咗魷魚遊戲搞手啊，即係就想了解佢嘅睇法係點樣。聽完佢咁講之後，咁其實我都覺得，咦，既然佢都咁開放喎，OK 喎，俾大家去用唔同方式去搞你一個嘅原創出嚟。咁當然佢唔係完全開放個版權出嚟啦，佢只不過係好 welcome 大家可能用二次創作嘅方式去搞呢一個嘅遊戲出嚟，等世界各地嘅人都可以參與其中。咁而今次試當真決定搞咗物語遊戲出嚟，咁就引起咗我嘅興趣啦。因為一嚟佢哋揾嘅嗰班人全部都係講廣東話啦，咁我聽得明先啦。二嚟就係嗰啲面口又熟口熟面，會令到有種熟悉感先啦。就唔似外國啲人去搞，全部人都唔係好識嘅，又或者可能有啲 YouTuber 有見過咁樣，但係你問我係咪會投入去睇佢哋去玩呢？我就覺得唔係啦。咁你反觀你話香港，我見到一啲熟悉嘅 KOL、熟悉嘅 YouTuber， 反而會吸引咗我想睇下究竟佢哋點樣玩，同埋就係都有可能係玩翻一啲香港嘅元素嘅遊戲，咁都會勾起翻我嘅共鳴啊嘛。咁我會覺得有趣咯，即係起碼我睇完之後，我覺得咦，我細個有玩過，真係唔似睇魷魚遊戲咁樣。韓國嗰班人咪有共鳴咯，佢哋真係有玩過噶嘛。咁但係我哋香港冇，咁就欠缺咗呢一個聯繫啊。咁所以香港搞其實我有興趣啲嘅，咁我就有去留意呢件事啦。咁而今次呢件事真係好犀利，佢係邀請咗 total 100個 KOL 啊、歌手啊、DJ 啊、演員啊、演藝界別所有嘅人士100個，哇大佬嗰個陣容之強大啊，史無前例啊！你諗下有邊一個嘅 YouTube channel 啊？其實佢都唔係 YouTube channel，因為執咗嘅，嚴格嚟講啊。你唔好話 YouTube channel 啊，邊一個人能夠有呢一種嘅號召力，可以揾到100個嘅藝人明星抽空一個嘅時間去參加呢一個嘅綜藝節目，好難好難。所以當我睇到佢呢一個嘅陣容，我真係覺得黐撚線。唔好話制定成個 plan 啊，黐線！你要揾100個人同時要抽空一個嘅時間去出嚟，而且仲要係唔收報酬去玩你一啲遊戲，你可以揾到100個人同你去癲喎。成件事本身呢一樣嘢已經好癲嘅，我覺得真係可以破香港歷史紀錄。咁我就更加一定要睇呢一套綜藝啦。咁而裏邊亦都有我哋一直追開嘅一啲KOL 啊、YouTuber、歌手、DJ， 譬如錢嘉樂，仲有阿方丈、劉以達，好多呢啲老一輩又好，年輕一輩都有。呢一個係幾 appreciate， 真係好難得。你要知道，上咗年紀嗰啲咧，或多或少都有啲包袱、有啲面子。我睇完呢一個物語遊戲2啊，一路睇我都覺得哇癲㗎喎，真係。咁當然有啲人就成日話有好多不足地方，又話有啲人冇笑點啊，特登搞下 gag 點都。唉，我想講唔好咁苛刻得唔得？即係你問我100分，其實呢一個嘅仲係90分㗎啦，已經。你自己諗下有邊個？你 TVB 都做唔到呢一個嘅規模啦。佢最多咪就係嗰啲咩萬千星輝破咩慶，咪求其 group 一班人出去嘻嘻哈哈。成班喺度喂咁，同埋你要知道本身 TVB 裏邊都有分好多派別噶嘛，樂小姐係一派，跟住嗰度一派，呢度一派，裏邊全部山頭文化嚟嘅，點樣可以 group 到成班人一齊去玩一樣嘢？仲要係冇錢收噶，鬼理你咩？係咪好難得噶？我想講成件事係睇完呢一個物語遊戲咧，成件事好 surprise 啊！咁同埋我見到首播嘅時候，最高峰係有13萬個人一齊去睇呢一個嘅綜藝嘅，咁而且過咗半日就已經有100萬 view 啦，係啊，非常好，即係。喺度要俾啲掌聲試當真先啦。咁而裏邊，我覺得最 surprise 嘅就係玩井字過三關。一嚟聽完個名就熟悉啦，二嚟就係我以為佢會跟翻我童年嘅嗰個玩法去玩，但點知唔係嘅喎。即係頭先咁樣井字過三關，佢唔係咁玩嘅喎，好特別嘅玩法又係。我真係呢個估佢唔到喎。咁所以成件事。我睇晒成個幾鐘啦，其實我覺得除咗係成個規模睇落去有啲似魷魚遊戲之外咧，話俾你聽90% 都係唔似魷魚遊戲。我只可以話佢哋借鑑咗魷魚遊戲成個嘅框架，又或者可能特登刻意用物語遊戲咁樣，即係有意無意聯繫到魷魚遊戲去做一個嘅
宣傳，但裏邊個餡其實變咗。一嚟佢係綜藝啦，唔係 TV show 啦；二嚟就係啲遊戲又唔同啦，係啦；三嚟玩法又唔同啦，好多都唔同嘅。你有睇過你就明㗎啦。所以我會認為係一個二次創作多過係一個抄襲咧，就係咁解。咁同埋我係幾欣賞佢哋會俾啲鏡頭嗰班老前輩去同大家去互動啊，去玩啊，講嘢又唔會太搶口啊，又唔會刻意去搶鏡頭啊，會俾好多嘅發揮空間俾啲僆仔。我自己覺得係幾欣賞啦。我記得最勁嘅就係陸永咯，一嚟就係佢嘅口才啦。咁呢個其實唔需要多講噶啦，佢哋 EQ 係好高嘅，就算俾人鬧都好似能夠笑住去應對啊。我記得有一幕係中場嘅時候傳炸彈，拎咗個炸彈紙咧，佢係不動聲色，仲要係呃到啲人以為嗰張係功能牌，跟住呃到成班人圍埋佢，然之後喺度講呢樣講嗰樣啦，跟住最後將嗰個炸彈紙傳俾人啊嘛，跟住佢就同佢身邊嗰人講咗話唔好以為係伏嘢嚟嘅。我真係好勁，佢成個表現係好 smooth。咁而最柒就當然係米爺啦，最後攞咗張炸彈紙，跟住想遞俾游學修，好柒啊！救命啊！真係，我記得有一個好搞笑，估唔到上一回合嘅英雄會寫得咁戇鳩，佢冇着錯衫，真係碌柒。其實成個嘅過程真係好好睇啦，好難去聯繫到魷魚遊戲。反而我係一直喺度睇究竟佢有咩遊戲玩啊，同埋明星藝人KOL、YouTuber 之間點樣去互動咯？可能就因為咁啦。另外真係冇諗到係魷魚遊戲。我見到網上面咧就好多人去講呢件事啊。咁我簡單去分享下啦。咁有啲人就話有冇睇《物語遊戲2》，覺得有啲尷咩？搞咁耐 YouTube， 原來都係 TVB 班人最好笑。其他錯嚟錯去又整唔到啲三逼啊！咁有啲仲唔多識添，又話咩宇宙級盛事，但直播得10幾萬，仲少過何君堯對杜汶澤。其實我覺得正如我頭先所講啦，呢一件事咧，首先你能夠揾到100個藝人同你癲係好難嘅，二嚟就係佢哋仲要係冇報酬底下去做呢一件事，更加係黐線啦！你諗下嗰啲出名藝人，秒秒鐘幾百萬上落，咁就算唔出名，秒秒鐘都講緊幾千。你諗下佢抽呢一個嘅時間走出嚟同你癲，你諗下有邊一啲人可以做到先？即係你諗下嗰個執行嘅困難程度，咁你就覺得試當真呢一班人真係癲咯。咁我就唔會對佢哋有太多嘅批評，就算佢哋有好多不足嘅地方，咁你都可以留言打好啲。始終當我鬧一個人嘅時候，會反問自己，究竟我可唔可以做到先？即係譬如我假設我鬧加聰偷食啦，每一次鬧其他人嘅時候，咁我都會問自己，我係咪都會偷食呢？我唔能夠一方面咁樣鬧加聰偷食，咁但另一方面我自己走去偷食噶嘛。咁如果我問完之後覺得我唔會偷食嘅，係啦，就算有啲網民起我底又好，點都好，你都揾我唔到，又或者你根本就完全捉唔到我嘅痛腳啊，你都揾唔到我偷食，因為我根本就唔會做，咁所以我就有資格去批評佢啦。而亦都因為咁咧，呢個就成為咗我其中一個嘅原則。套落翻試當真一件事嗰度，如果真係要批評佢啦，咁我都要反問自己，我係咪可以有呢一個影響力，做到呢一個嘅效果，做到一個規模？做唔到嘅，咁而人哋又做到嘅，咁你咪要讚下人咯。咁人哋真係叻啊嘛，讚一句使死㗎咩？唔好吝嗇你嘅讚美，人哋咁辛苦，喂又唔係收你錢去搞，喂人哋免費搞個成個綜藝出嚟俾你睇喎，你免費睇仲咁多機格，我覺得成件事係講唔過去，咁所以亦都因為咁，佢做得唔好嘅會留言善意去講翻咯，但就唔會話過於批評咯。始終我都做唔到，同埋呢件事係香港娛樂界史上真係破紀錄嘅，揾咁多人一齊出嚟去玩呢個活動。以前你就算大頭嗰啲都係講緊出 show 計㗎嘛，人哋係搞嗰啲綜藝都係嘅，有錢收㗎嘛。就算冇錢收嘅，咁點解有啲人要焗住玩啊？之前睇咗一啲明星嘅訪問都有講到，一定要出 show 㗎嘛，你出唔夠，咁佢可能唔出糧俾你，咁你一定要求其揾啲嘢去玩㗎嘛，咪就係咁樣咯。但你呢個唔係喎，呢個佢冇逼你去參加喎，好多人可能收到邀請嘅時候自願去參加添喎。咁成個性質唔同，難度都提高咗好多啦，因為自願性質啊嘛。同埋你要知道啊，100個藝人 KOL YouTuber， 如果唔係獨立嘅嗰班，背後一定有經理人、經理公司。你諗下，如果你一條片你剪錯咗一啲啊，都有問題，可能得罪嗰個人。你諗下成個活動策劃中間嗰個協調剪接幾難啊哥！我會同啲藝人經理人交代噶嘛，剪得唔好，話剪到你柒咗，俾人哋屌咁，你將所有嘅責任推落我度咯。嗰個藝人形象負面咗，咁你又將個責任推落我度，咁所以試當真個壓力好大噶，點做到啫？所以佢做得到咪就係勁咯。咁有啲人就話咩 TVB 班人係最好笑，咁呢個見仁見智啦。咁我就覺得唔係嘅。
即係可能真人 show 咧，有時剪剪接接，有時有啲本來係好笑嘅，咁但係可能剪走咗啫。即係你有冇諗過呢個問題啊？唔一定係現場人士發揮得唔好，可能俾人 cut 頭 cut 尾。始終你真人 show，同埋正如我頭先所講，你係要向嗰啲經理人、經理公司交代噶嘛。你話想咁剪就咁剪啊？即係如果嗱，譬如有一幕係好搞笑嘅，點知咧就係嗰一幕後邊有個藝人喺度撩鼻屎，咁要焗 cut 噶咯。真人 show 就係咁樣噶啦，尤其是你仲要 handle 100個嘅藝人，所以其實係好無奈噶。有啲嘢，唉，真係可能有啲人真係好搞笑，但係佢發揮唔到咯。咁唔通佢網上面同你呻啊？哎呀，好慘啊！哎呀，我俾人 cut 咗好多鏡頭啊！哎呀，其實我好好笑嘅。你咁樣咪面就梗係應該俾啦，但係有陣假咧就係自己嗌嚟丟嘅。就算你主角啊，咪俾多幾個鏡頭你係咪啊？有乜理由會淨係 focus 你啊？100個藝人喎，100個人喎，淨係分鏡頭分到你手忙腳亂啦，係咪啊？咁所以我覺得一樣嘢好難 handle 到啦，而我亦都唔會話過分批評參加嘅嗰班人啊，可能佢哋發揮咗㗎，但奈何你鏡頭嘅分配又要同唔同嘅經理人公司去交代，咁最後咪 cut 到佢好似唔出聲啊，傻啊傻啊，咁有啲人可能話咩 Gareth T 嗰啲就好似唔點講嘢，咁你有冇諗過可能佢玩嘅時候講嘢咧？佢只不過係俾剪接師剪到佢唔識得講嘢啫嘛，剪接嘅魔力就係咁樣㗎啦，係剪到可以將一個明明好笑嘅人都剪到你唔好笑嘅，明明一個正正常常嘅人都可以剪到你好猥瑣嘅，只要特登將個鏡頭放大你眼睛度啊，然之後咧轉落去另一個鏡頭就係另一條女嘅波度咧，跟住就可以話你鹹濕噶啦。我係 Tyson Yoshi 嘅 fans。哇！就嗰啲衫。當然我唔會過分去怪你哋啦，始終好多人都冇做過剪接，未必了解背後嘅運作。咁呢度咪簡單同大家去解釋下咯，等你哋了解多啲。經過多方面嘅協調，我覺得出到 product 已經好勁噶啦，唔好咁苛刻啦，冇咁多位香港人。咁有啲人就話物語遊戲好易手標，點解玩綜藝唔可以有自己嘅主題，要用人哋個名，又冇攞版權，抄人哋黑白大廚咁樣有咩分別？頭先我都講咗啦，可能佢見全球各地都係用魷魚遊戲去做一個 gimmick，咁佢都想利用呢一樣嘢去做 gimmick 嚟到宣傳咯。咁如果你改咗你一個嘅名，你唔用魷魚遊戲嘅框架，你求其講一個叫做美麗新香港，呢個名真係好難聽，好難聽啊！或者如果嗰個綜藝名叫美麗的新香港，咁你會唔會大聲？你聽到想熄機啦，你唔好話啦，係咪啊？總之我真係覺得佢攞個 gimmick 啫，咁冇乜嘢嘅，咁個框架可以係 gimmick，但你裏邊嘅內容唔一樣就 OK 咯。咁呢一種咪叫二次創作咯，你係將人哋原本有嘅嘢去創作一啲新嘅嘢，係你嘅 idea 加咗入去，咁一啲咪二次創作咯。如果你係攞咗人哋嘅框架之餘，仲要攞埋人哋入邊嘅嘢一模一樣，屌咁一啲啊真係抄啦，但佢唔係啊嘛，佢冇呢一樣嘢，咁我咪話喺我嘅角度佢就係二次創作咯，又用人哋咩出名又冇攞版權，我自己覺得唔需要攞版權啦。呢個頭先我都講咗，佢所有嘢都唔同，睇咗佢一個嘅綜藝就知道係唔同啦。更何況魷魚遊戲原創嘅導演咧係有講過係好 welcome 大家去玩呢一個遊戲，去創作呢一個遊戲出嚟。當然唔係話叫你抄出嚟啦，但既然人哋個導演都咁 welcome 你去做二次創作，咁試當真去做呢，其實我覺得係絕對合理，亦都係好尊重嗰個導演嘅睇法嘅。咁再加上你要知道呢一個綜藝節目呢係冇盈利㗎，亦都係試當真最醒目嘅地方。因為你一開盈利呢，就可能涉及商業利益。咁再加上開盈利都好煩嘅，除咗係涉及到原創啊、二創嗰個問題之外呢，亦都係可能涉及到一啲參加嘅藝人，因為你有盈利㗎嘛，咁你係咪應該俾翻啲錢我啊？咁呢一度都有排煩啦，100個藝人。咁所以與其係咁呢，我懷疑試當真應該係直接停咗盈利佢，一嚟就費事介入一啲關於創作上面嘅爭議，二嚟就係費事同嗰100個嘅藝人去丟，究竟嗰個利益之間係點樣去做分配？咁呢個係佢幾聰明嘅地方嚟。咁正正因為咁呢，可以話避開咗你話抄咯。咁之但係你就算你唔開盈利，咁嗰個原創係咪都可以告你抄呢？都得，佢都可以告你抄嘅。但係 so far 原創有冇出聲先？如果冇嘅話，其實你就真係吹佢唔脹嘅。最簡單，如果你話原創要揾律師去告試當真，咁呢個呢，我哋可以去繼續討論。如果冇嘅話呢，其實冇後續討論㗎啦。就係咁簡單嘅啫，就咁同咩人哋抄黑白大廚嗰個就唔同啦。韓國嘅黑白大廚同中國嘅黑白大廚真係抄得好勁啊！嗰個你自己望下啦。跟住有啲人話成集最老監同唔好笑嘅 Tyson Yoshi 都砌埋個台俾佢，成日賣波去到呢度又唔除。成個小學雞咁樣，咁冇啊！呢個觀點與角度啦，呢個冇乜必要咁樣講。我調翻轉問你啦，到時 Tyson Yoshi 佢真係除啦，咁
總係會有啲網民就屌咩又係除咁樣，又唔係除下邊就係除上面啊，咩成日除好無聊咯，一樣米養百樣人，無論你做啲咩，永遠都係有唔同嘅聲音，咁所以冇意思嘅，拗嚟都無謂嘅，咁可能係唔啱你睇啦。咁有啲就話咩燒錢唔等於好睇，明星多唔等於好笑，大場面唔等於有內容，與其不斷複製舊嘅模式，不如諗下點樣突破創意樽頸，突破咗㗎咯喎，其實起碼玩香港遊戲先咯，又唔係話完全複製，好唔好睇都係嗰句啦，呢一啲好主觀嘅，見仁見智啦。始終冇一個嘅節目係可以 please 晒所有人嘅，就算有幾好睇，滿足唔到全部人㗎。你追求嘅嘢啊，審美眼光都唔一樣，咁就冇乜嘢嘅。我尊重你嘅睇法啦。我自己覺得你上面嗰三句咩燒錢唔等於好睇，明星多唔代表好笑，大場面唔等於有內容。咁你獨立去睇佢每一句呢，唔係冇道理嘅。但我作為我睇過《物語遊戲2》嘅一個觀眾，係滿足到我先咯。首先我覺得好睇、好笑同有內容啦。可能喺你嘅角度你覺得冇 ，OK， 尊重。咁總之就係咁樣啦。關於《物語遊戲》，我自己一啲簡單嘅個人睇法，同埋都想話俾大家聽，二創同埋抄襲條線係點樣。希望大家就放鬆啲啦，睇呢一套嘅綜藝，對你對其他人對製作團隊都好啦。有時你不斷去咁樣批評人，好似雞蛋去挑骨頭咁樣無謂啦。即係你真係想大家共同進步，你想有啲改善嘅，咁你咪留個言，打好少少，自己修飾下，唔好下下都要人哋就你啦。就好似不斷去批評人哋點樣做，點樣做，點樣做。講到好似好犀利咁樣，但你真係落場嘅時候呢，又係戇鳩鳩成碌鳩咁企咗喺度咯。好多依一啲人，唔好咁樣啦，好唔好？大家包容下。做咩啊？你而家先過嚟啊？呢個係薯條啲藥嚟嘅，唔係嘢食嚟㗎。你話你真係啊？你以為嘢食先過嚟㗎？你唔係關心薯條㗎？係咪啊？你得㗎啦，你個薯餅你睇下你睇下你幾冷血。